歡迎光臨落馬洲站，以下係使用引導徑前往車站大堂及殘疾人士洗手間嘅路線指引。如要前往車站大堂而選擇使用樓梯，請於閣下現時身處位置後轉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叉口左轉，然後再沿引導徑一直前行，便可到達通往大堂之樓梯。如要前往車站大堂而選擇使用升降機，請於閣下現時身處位置後轉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叉口左轉，然後前行至第二個分叉口左轉，再前行，便可到達通往大堂之升降機。如要前往殘疾人士洗手間，請於閣下現時身處位置後轉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叉口左轉，再前行至第三個分叉口左轉，然後沿引導徑一直前行，便可到達殘疾人士洗手間。